阿兄，得拜托的啦，啊食饭唔食饭，啊你莫洗身洗身煞咧，白白过会跳舞哦。你是安怎？昨暗暝过下面就甲美女约会呢？甲美女约会有啥物稀奇？阿兄是咧想讲哦，我昨明明就真正有去天庭拄到先生介绍一寡仙女陪我伫遐饮酒作乐，逍遥家自在。拜托阿兄，你哦连咪要做英雄啦吼，啊连咪搁要做什么武林的高手啦，啊连咪要搁做未来的聊天顶，我看哦你还袂做哦升峰顶啊啦。你要怎甲你封嘞？封顶，你的酒三年遐紧死哦！阿兄真真正正，我甲你有资格伫咧。我出世就有带回金，将来一定是一个武林的大歌手。阿兄啊，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你这几工哦，定定讲啊奇奇怪怪，啊讲啊落落长哦，真正阮听无，你规讲较清楚的。你拢听无哦？听无啦。阿兄解说互你听，你就听有。两位贤妹，借问咧，阿兄叫做什么名？煞唔知，啊咱细校，啊你叫做司机啊？对，校司机就是我的名，代表讲咱阿娘。甲咱阿爸出世的时，就看我有慧根伫的，才会甲号做校司机。伊一定认为讲我将来绝对会踏着机会，会成为一个武林的大歌手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咱莫听伊点仔咧唱唱的啊，咱食咱的饭，你若不爱食，你莫食。好司机，喂，司机，安那？你讲，你当在食？来食饭啊！我食饱啦。我是讲吼，我有一件好消息哦，要来报告互你知影。好消息咯？是啊。啊，你有什么好消息？你敢知我即摆伫倒咧食头路？我哪唔知，你都伫老家伫做管家，结果你家唔管拢咧管啊，一好百英雄，一咧食倒咧困。但好机会嘛是你的，好消息嘛你的，甲我有什么关系？是安那无关系，啊你著知影，我即摆伫老家遐做管家啊。对啦，我早起吼有听阮迄个老家迄个大馆主啊，大金某，伊咧讲咧，讲什么要即摆要召集什武林的高手呢？哎，我咧想讲哦，啊你较早吼，你功夫都袂歹呢，啊你有讲什么要以后要招做一个什么武林的高手啦？我毋知讲伊要来报，你知影？听到无？听到无？阿兄的机会已经到位了。忘记了，你替我报名，那我吼一定是会录取的。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武林的高手，千山我独行，和你相逢。乌鸦合唱团。老爷，老爷，参见老爷，大小姐，大少爷，免礼，啥物代志？不过老爷，迄个外面吼，迄个大馆主因爸仔囝吼，讲有代志要来拜访啦，是毋是要请因入来？哦，是大馆主哦，赶紧请因入来。是。大馆主请。我赶紧入来啊！大馆主。嗨，老员外。请坐，请坐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参见大老爷。馆主。哈，免礼免礼。无体啊，阿爹要甲大馆主参详代志，你先入去。哦，是。大馆主，你来找老夫有何贵事？老员外，代志是安尼啦，你顶回交代，大过是礼聘国内英雄啊，真侪人来报名，我是讲要请老员外啊，过来去挑选人才啊。这敢好？我对这个武艺方面拢无了解，也是大馆主啊，你来做主就好啊。老员外，挑选人才是真重要的代志，迄是袂用马虎的，也是请老员外亲身出马。报告老员外，我相信你一定心内想讲啊，你对武术较无遐内行，这不要紧。啊，无我就减大卡，如果这人选若袂歹，我甲你点一个头，你照常点头，安尼就可以啊嘛。安尼敢好？老员外，挑选人才开钱的人是你呢。若是讲由阮来做主，阮选一个你无介意的人，安尼对你是毋是真实的？所以也是请老员外来挑选，比较会较适当。是啊。既然甲安尼，我来武馆行一逝。玉皇大帝去听到消息，讲什么最近啊，这个汉奸也乌道堂，大家拢贪图荣华富贵，人心险恶，命令二龙仙君都爱查探这层的代志。二龙仙君唔知要命你落去打探。哈，叫我家一个人去还奸哦！哎呦，拢无爱啦，人家己咧做囡仔，人会惊啦。哎呀，免惊啦，唔是干那你尔啦。我原来甲你同款去溜着签头啦，二龙仙君派我
爱甲你斗阵落凡间，第一是协助你。其实讲起来哦，是要叫我甲你监视，惊你唔倒贪图荣华富贵，唔倒当来先班败咧，刷落去二龙仙君，原来爱有做啦。师公啊，若有你去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啊是讲吼，咱是要安怎做起啦？二龙仙君有交代，咱若是落凡间啊，自然就有人会来甲咱接洽。啊？有人？什么人啊？我哪知？啊，若甲大家知，这都毋是叫做仙机咯。也毋过吼，二龙仙君有交代我一个 IC 盘，咱若要爱知影，要见咱迄个人，将这个 IC 盘啊，甲伊弹去，自然伊就会出现啦。你斟酌看。嘿，就是我啦。